疫情改变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甲关系。即阵国内外有12位创作者用生命、生活到生存做主题，结合科技和多元媒材创作艺术品，希望会当互民众重新思考到生存的哲学。 无人拍字，起盘沙，咔啦咔啦，滴滴当，壁顶一篇一篇拍落来的微书，是日本媒体艺术家用新创团体研发的软体，模拟人伫咧拍字的过程，字会对人的情绪连面顿低，连面放大，写好过去，也留好未来。经历疫情，人甲人之间的连接有新的定义，对隔离到开放，关系界线的分割摇摇摆摆。 台湾艺术家也用温暖加融合调呈现这款的情绪，坚固但却晃动，这个戒备森严的感觉，你好像觉得就是它是把你婉拒在外的，但其实它的摇晃其实已经失去它戒备的这个功能。 也有艺术家甲科学家合作，对白下出发，建立虚构的下物证未来，呈现生物互利共生、下阶级、下性别的新想象。 尝试把连原本白蚁的这些阶级全部也打破，白蚁本身的被性别绑着的阶级也被解构掉。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女性自己也可以制造精液，单性就可以造成生殖或繁殖这件事情，都可以让我们过去认为比较传统的观念，事实上可以被完全打破。 对生命、生存到生活做主题，国内外创作者分别以声音、装置、3D 列印、复合媒材创14件作品，互咱重新探索生命的形式甲生存的哲学。记者阿敏晶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